蒋万安的选战之夜是选伫个基隆路的台年停车场来举办，讲这场是国民党迁台以来史上上界大的舞台。早起蒋万安继续用车队来扫街，一天内要扫完台北12个行政区。民进党立法院党团的总调郭建明，伫个投票进前来写文章批评蒋万安操作着收分，蒋万安甲呛回去，讲真正咧操作收分的人是民进党。 看到蒋万安的车队就是经过尔，袂输看到大明星共款，真侪人冲进前要握手，也有人为下底冲出来，一直喊动选。选战的最后一天，蒋万安用车队扫街，警方前后里介护，行速度比英国较紧，因为一天内要扫完12个行政区，袂使浪费时间。我的团队从早拼到晚，我们也希望所有市民朋友可以当我们的后盾。 选战之夜，蒋万安话讲，爱比黄珊珊做事的人加4倍。每一位来参加的市民朋友，你们就是我的最大咖，一起见证一个崭新的台北，见证明天之后一个全新的台北。 伫投票前，民进党立院党团的总调郭建明嘛参战，伊批评蒋万安操作收分无代志，因过嘛捌参选台北市长连胜文，当年就被围攻，伊认讲这感觉因头有关系。他们才是真正操作仇恨的人，有高度智慧的市民朋友会用选票告诉民进党，告诉柯建铭总召，谁才是正义，谁是邪恶。 无希望和郭建明的言论影响到蒋万安伫选前伫稳定中要求胜利。